室內設計唔單止係一種裝飾，更加係一個生活態度。今集介紹朗悅嘅設計單位係一對新婚夫婦嘅新居，冇間隔改動，用家私就可以打造出簡約而溫馨嘅居住空間啦。戶主偏好簡約輕奢風，客廳以白色同木色為主。入門嘅半腰櫃採用弧形曲線設計，形成流暢嘅生活動線。加入隱藏式嘅飯台，靈活運用空間。櫃身同電視牆都以木紋配上雲石紋，令到整個客廳空間充滿自然感同細緻質感。大家有冇發現到客廳冇做到高櫃呢？係因為屋主希望客廳多啲嘅空間感，於是我哋就將儲物空間集中於起房入邊啦。書房同時亦都係衣帽間，原牆身打造出 L 型到頂收納櫃，儲物空間十足。搭配弧形細節同玻璃 display 櫃，令到空間更具立體感。而主人房就用咗全地台嘅設計，形成額外嘅儲物空間，乾淨利落。衣櫃以木色為基調，結合開放式嘅書架，令到收納更加靈活有序。透過室內設計同埋家私嘅配搭，係可以大大提升家居嘅風格同實用性。如果想了解更加多，歡迎聯絡我哋了解一下啦。